新光報備嘅時候做過，到而家啱啱2年咁上下啦，係咪好戲咧？我都好中意呢套戲，我都好掛住呢套戲。當然，好戲定然有好嘅編劇。有請李居明大師。多謝明輝小姐劉卓總理，多謝心怡，今次第一次出我嘅結婚成真。因為時間嘅關係咧，我多謝咗明之星全部台前幕後啦，亦多謝各位觀眾。我講少少嘢，呢個係新光嘅當代戲劇節紀念新光戲院嘅第2棒接棒，就係《蝶海情真》。但係其實《蝶海情真》係成個新光文化帶起嘅最重要嘅劇目，甚至係第一套嘅劇目。係因為《蝶海情真》嘅成功咧，先至引發到咧我係租新光12年嘅呢個緣分，所以呢一點係不能不説嘅。亦係因為《蝶海情真》咧，亦係將郭明輝小姐咧係一路係同我合作演呢個戲咧，係帶咗去日本用日文嘅字幕演出，亦係去過新加坡，同埋咧係翻過大陸3地聯演。京劇咧係改編到《蝶海情真》做京劇，上海粵劇改編《蝶海情真》成為上海嘅粵劇，而係3地咧喺北京嘅梅蘭芳劇院度公演，亦係喺人民大會堂裏邊開記者招待會。呢個係喺粵劇嘅歷史上不能磨滅嘅歷史嘅事實。所以今日我上到嚟嘅時間，雖然嘅時間好短，因為呢度係唔可以超過11點半，所以我都被逼一定要俾《蝶海情真》係呢套劇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里程碑。而喺呢度咧，多謝咧係郭明輝小姐咧係用咗15年嘅時間同我一齊耕耘咗呢套戲。呢套戲已經由第一套演出到而家，已經係15年嘅青春。人生有幾多個15年咧？呢個15年就係創造咗西方嘅文化。所以儘管任何嘅角度唔俾我講嘅嘢都好，我都要講俾大家聽，《蝶海情真》喺香港嘅粵劇嘅歷史上係好重要嘅一頁同埋重要嘅一套記簿嚟嘅。希望大家永遠支持《蝶海情真》，支持新光文化。多謝大家。多謝，多謝大家。多謝。樓上嘅朋友打聲招呼，拜拜。多謝。拜拜，辛苦各位團隊，辛苦各位兄弟姊妹，多謝大家。多謝晒。好嚴格嘅，好溫曬呢啲，多謝大家，拜拜，多謝，繼續支持，聽晚見，拜拜。出嚟。